喂，優質會員推介可能已經睇咗好多期㗎啦。2025年亦都嚟到11月份，不如坐言起行，讓我哋傾下。即刻睇下今期嘅優質會員推介。第一位係一位今年37歲，從事行政工作，讀到大學學歷嘅男仔。佢年薪係65萬，外形方面高大、陽光開朗，笑起嚟咧親和力非常之強。個性方面啦，亦都係好開朗啦，好可靠真誠。成熟穩重嘅處事方式，俾到人一種安穩嘅感覺。興趣方面啦，會中意攝影啦、踢足球同埋去旅行。第二位係一位今年48歲，讀到大學學歷，年薪80萬嘅男公務員。已經置業嘅佢啦，外形斯文大方，親和力好強，性格啦細心周到，亦都係一個好有耐心嘅男仔嚟嘅。興趣方面啦，中意烹飪，入下廚房煮下嘢食，亦都中意打下乒乓波、行山同埋游水。最後一位咧係一位今年54歲，讀到大學學歷，年薪110萬。從事金融嘅男士，外形方面啦，乾淨利落、大方得體；個性方面啦，務實穩重，相當有魄力，喺工作同家庭上都好有責任感。興趣方面啦，中意跑步、去旅行、睇書同埋睇戲。我哋 HKLD 香港分會10年用心配對，係全港唯一獲政府頒獎認可嘅約會公司。2025年眨眼就過啦，快啲登記，讓我傾下。